冬天保護心血管，你可能只做啱咗一半。真正嘅危險唔係凍，而係一熱一冷之間嘅溫度差。好多人以為着厚啲就得，但其實最要命嘅係你唔覺意嗰一刻。咁想象下咧，就火鍋店食到一身汗啦，出去食支煙，着翻件薄衫就推門出街，或者做完桑拿熱到通紅，一轉頭咧就行入冷冰冰嘅停車場，甚至係食洋蠍子食到好熱，突然走出去移個車。呢啲你以為好平常嘅動作，你嘅血管其實正在經歷一場無聲嘅風暴。點解會咁危險？因為嗰個溫度差咧，會令到嗰個血管咧係急劇咁收縮或者係舒張，好似條橡筋突然拉緊又突然放鬆。咁拉得急咗咧就會斷。咁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壓、血管有斑塊或者血管彈性唔夠好，呢種劇烈變化咧就會令到斑塊脫落、血管極軟，跟住可能引發心梗、腦梗，甚至腦出血。咁呢啲咧都係真實發生過嘅案例啦。有人喺火鍋店外跌低，有人做完桑拿大量腦出血，有人開車途中再冇醒返，全部都係溫度差惹咗禍。所以呢個冬天記住3個字：溫度差，唔係叫你唔好出街，而係要俾身體一個緩衝啦。從暖入邊去到凍出面之前咧，記得着好外套，戴好帽同圍巾，尤其係老人家喺門口停留10幾秒，等身體慢慢適應。咁如果做完運動出咗一身汗咧，千祈唔好即刻行入冷風度，抹乾啲汗啊，着翻件衫啊，等呼吸平穩先好出去。咁呢個簡單嘅緩衝動作咧，就係俾血管最好嘅保護嘅。平安嘅關鍵唔係過度擔心，而係對細微變化有覺察。下次出門前記得俾自己10幾秒緩衝時間，呢個動作關鍵時刻真係可以救命。